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26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8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8。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2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2。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2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2。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8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8。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5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5。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7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7。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1號 ，and the number is 31。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12號、15號、18號、22號、28號、37號，而特別號碼係31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2、3對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